这么漂亮一张脸，却有一颗恶毒的心。你骗了全天下，却骗不了自己的良心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这么做是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皇上啊！放开朕！不要把你所有的罪孽推到朕身上。像你这样丧心病狂，朕要废了你。不，朕要杀了你，替额娘报仇。不，这不公平！杀人偿命，没有公平可言。皇上，您说过，如果这件事情是熹妃娘娘做的，您就会觉得特别欣慰，因为她在吃皇上的醋。可如今，臣妾跟她犯了一样的错，您却对我要罚要杀的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皇上不爱我。因为皇上，你从来就没爱过我。好，朕当这一切都没有听到，都没有发生。从现在起，你要检点一些，不要再兴风作浪了，否则朕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别走，皇上，你别走，你别走。臣弟参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这，谢皇上。所有人都出去，没有朕的允许，谁都不许进来。这，来坐。皇上是来送臣弟上路的吧？咱们两兄弟好久没喝酒了吧？这一次聚在一起，不要说这扫兴的话。好，不说扫兴的话。臣弟先敬皇上一杯，希望皇上念在我们兄弟一场的份上，不要故意为难我的家人。你用了很奇怪的两个字眼，一个故意，一个为难。朕什么时候故意过，又什么时候为难过？臣弟说错话了，再罚一杯。老十七啊，你知道吗？打小的时候，朕就非常羡慕你。你有额娘疼着，有皇阿玛爱着，论功课功课好，论骑术骑术好，几乎这世上所有的优点都在你身上了。朕很长的一段时间很想成为你，可以像你一样无忧无虑的生活。皇上是天子，全天下最尊贵的人，竟然会羡慕我。做天子固然受万民敬仰，可那是表面。担子挑在肩上，心里想着国家大事，这还不够，还要防着有人觊觎金銮殿上的宝座。皇上不会把我当成觊觎金銮殿上宝座的人了吧？朕不知道，
但你也不能保证，对吧？这未来的事，谁也说不准。可是朕知道你很优秀。如果说优秀的人没有得到自己的位子，难免会有怨气。这怨气刚开始的时候还好，时间久了，一点一滴，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会变成另外一种状态。朕是在权力圈里打过滚的人，当然所有事情都不在乎。可是，你比朕年轻，朕不敢保证，朕的儿子们会是你的对手。所以皇上早就想把我给除掉了。你还是不了解朕呐。朕是一个国大于家，家大于个人的人。倘若你真有治国之才，朕就算退位让贤又如何？可是你不是，你冲动易怒，从来不以大局为重。这样江山交在你手里，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所以把一个优秀又不能担当大任的人留在朝野里，你觉得朕能放心得下吗？皇上说的有道理。臣弟现在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的心结究竟结在哪儿了。臣弟心服口服。皇上是要赐臣弟一杯毒酒，还是一条白绫？臣弟在此谢过。这些年，朕为了让国家太平，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，手上没有少沾兄弟们的血啊！朕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走，朕的心却像熟透的石榴一般，碎得一半一半的。每当想起来的时候，心就会痛。这种痛，只有自个儿知道。朕不想再痛了。来，起来。十七弟，回去过你的富贵日子吧，别在朝里面做事了。朕会兑现对额娘的承诺，让你衣食无忧。皇上要放了我，这件事不怪你，要怪就怪造化弄人。朕对额娘的歉疚，只有来世再报了。而对你，朕希望你一生平安幸福。去吧，听说福晋快生了。臣弟告退。去吧。生了生了，是个小格格。格格真漂亮，可不是吗？这嘴啊像福晋，小小的真可爱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回来了，您快看，福晋给您生了个格格。生了，真的生了。是啊，这是双喜临门呐！王爷回来了，家里又添了新丁，真该好好庆祝一下。佳佳呢？在里屋呢。
小心啊！王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啊，我回来了。佳佳，以后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我们一起好好的生活。哎，他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尿了？没有啊。哎，是不是饿了？没有，一生下来我就喂过了。不哭不哭啊！怎么回事啊？王爷，福晋，别着急啊，给我，给我啊！哎呦，小孩子哭啊是很正常的，不哭啊！你看，这不是没事了吗？是啊，还是二嬷有本事。王爷，皇上没有对你怎么样吧？皇上是我的四哥，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以后我就不上朝了，留在家里陪你和女儿。那你不会很闷吗？怎么会闷呢？你想，我们才刚当上了阿玛和额娘，还有很多事要学呢。对不对啊，我的小哥哥？参见皇上。免礼。手这么凉，还在这吹冷风。臣妾在想，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总会有那么多的误会、摩擦和纠葛？想去清理干净，却总是抓不到线头，空理一场，就更乱了。朕以前也是这么想，久而久之就不想了。如果两个人能够惺惺相惜，不用说任何话就能在一起，如果没有缘分的话，怎么解释也没有用。皇上这话倒有几分禅意。佛家的话最有道理。信佛不一定是为了身后去西方极乐世界，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开解，他会教你很多做人的道理。灵儿，朕最近没有来看你，朕心里有点怕。怕？是的，两个人有了误会和摩擦，以后想再和好如初，那需要一个过程，就像近乡情怯一样。朕多次想过来看你，却又多次犹豫了。朕心里有两种声音，一种声音是你到底有没有给朕说真话，另一种声音是无论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朕都该相信你。朕分辨不清楚。那皇上为什么又来了？叛军在边疆挑起了战乱，朕要御驾亲征，明天就启程。这么突然？朕反而觉得这是个很好的契机。大家离开一下，都好好的想一想。一辈子真的很长，朕不想留下什么遗憾。你说呢？
他巡逻太忙，这双袜子垫了软垫，穿着一定会很舒服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娘娘，本宫问你，李卫怎么没来？他调走了吗？本宫上次让他出宫时带些丝线回来，可是他一直都没来。李大人已经升到军机处做三品官了，以后不会再来了。什么？他做三品官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娘娘还有什么吩咐？本宫终日在这冷宫里，非常寂寞，也非常思念自己的家人。你能否帮本宫送一封信出去？这……你放心，只要你不说，没有人会知道的。再来啊！极难判救。牡丹，牡丹，你在吗？哎呦，牡丹，哎呦，我说牡丹呀，你怎么还不出去呀？这客人们都等急了。那就让他们等好了。哎，我这么轻易的就出去，岂不是更掉价啊？是。这春风楼的头牌，岂是那些臭男人想见就见的？啊，说得对呀。可是今天外面来的达官贵人真的好多呀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伺候达官贵人了。跟他们说，我今天累了，不想出去。哦，牡丹，你看这，我说了第一遍，就不会说第二遍。妈妈，你是了解我的。若是今天把我逼急了，以后3个月内，我就都不出去了。别呀！哎呀，好，那我马上打发他们走就是了。我马上去。哎呦，这别人呀就无所谓了，我大不了少赚几个钱。可是今天来的那都是神武门的人，那些粗人呢？我等一下。妈妈刚才说，来的是些神武门的人。哎呦，可不是嘛，就是那个崔统领和他的手下都来了。这些人闹着说要一睹姑娘的芳容，你说你在这儿不出去，这不是让妈妈为难吗？这些人都得罪不起。哎，为了咱们春风楼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去一趟吧。哎呦，我的乖女儿，那我马上去准备。太爷，来，再喝一杯啊！啊，来。好了，华妈妈过来。哎，崔大人，牡丹姑娘呢？牡丹姑娘怎么还不下来？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当兵的？哎呦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们都是做小生意的，您可是大官，我们哪敢怠慢您呢？说不敢，却要我们这帮兄弟在这儿等了4、5个时辰，这架子比宫里的娘娘还大呀！再不下来的话，我可砸了你们的楼！哎呦，别呀！谁要砸我们的楼啊？您瞧这，牡丹姑娘，你再不现身的话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要砸了你的楼！我这不已经现身了吗？你没瞧见吗？你在哪里？你往上看。
不想闲杂人等看见我。你觉得这个方法好不好啊？嗯？不错不错，很好很好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停！这里实在太让人受不了了。啊？我们不如换个地方吧。换个什么地方？抱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想做我的入幕之宾吗？想啊。那我就给你个机会，你要是能把我身上这件衣服解开，我就答应你。是。哎，这衣服谁做的？这么难解开啊？这件衣服啊，是江湖上一位最出色的裁缝特意为我定制。他说，这叫连环衣，只要有一个结打不开，这件衣服就脱不下来，而且什么？我不管，我现在马上就要你。你笑什么？啊？我笑你呀，瞧你那猴急的样，平时是怎么当神武门侍卫头领的？我刚才话还没说完，这衣服啊是用天蚕丝织的，比进了水的牛皮还硬。啊！你要是能把它撕开，算你有本事。好姑娘，我真的太喜欢你了，求求你，教我怎么解开它吧！啊，求求你，啊，求求你了！瞧你那点出息！要是你爹娘看到你这么求一个风尘女子，还不活活气死？我爹娘早就死了，最多是气活，不能气死。你可真风趣。真的想解开吗？想。那你满足我一个心愿。什么心愿？你说。我从小到大都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去皇宫里看看。这种事儿对于你来说应该不难吧？进皇宫倒也不难，可是你长得这么好看，会引人注意的。只要崔统领肯帮忙，这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吗？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就答应你。答应。哎，等等，崔统领啊，这菜是新鲜的吗？你放心，我哪回出过错呀？哎呀，崔统领，我都跟您说过多少回了，我们御膳房用的菜不仅是土豆，别的菜也一样，都得把皮儿给削了，一丁点的烂菜叶都不能有。你看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是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土豆要削，菜要摘，你怎么就没听进去呢？对不起，我昨天睡糊涂了，给忘了。要不我现在再推一车来。哎，这，行了，这皇上用膳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难不成让皇上把这用膳的时间往后推迟了，再等等你们俩？那怎么办呢？
不如现在就削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儿的人手本来就不够，没人理你的烂菜样，知道吗？我有时间，我有时间，你放心好了，我马上就削好。你看，哎呦，你这手脚还挺麻利的嘛！你赶快把这车菜推到后面，把这个土豆皮啊都削干净了，省得在这儿碍我的眼。削完以后马上通知我。是。你先把车推到后院去，过一会儿我派人把削好的土豆拿过来。你拿着地图，就在这个范围内逛，别跑到内宫去，否则出了什么乱子，我也管不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还不想死呢。那我先去办事，一会儿过来接你，啊？遵命。谁？是我呀，牡丹，真的是你啊！当然是我了，难道连我都认不出来了？哎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世上还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我牡丹。我说你，怎么落魄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也太不像你了吧！唉，一言难尽。我当初就说过，这皇宫也没什么好的。当年，爹爹为了攀龙附凤，非要到妓院里找娘，把咱们姐妹中的一个送来选秀。你呢，一心要当娘娘。我是说也说不动，劝也劝不动，只好依了你。现在知道苦头了吧？是，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不该来，可是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是没用。这样吧，我赶快想一个办法，看看怎么样才能让你逃出去。不，我不走。啊？你不会还指望着皇上对你回心转意吧？哼，皇帝翻脸无情，冷面冷心，我早就对他死心了。我也厌倦了后宫永无休止的你死我活的争斗。只是我心里有个人，我有几句话要问他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可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这世间的男儿多薄幸，你那个人如果早就不见你了，你再去找他又有什么用呢？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我全都明白，但我就是不死心。他曾经对我那么好，那么好，如今的皇上不也曾经对你万千宠爱？想当初，你的云嫔娘娘做得多得意呀，可现在呢，还不一样被打入这冷宫，伴君如伴虎，帝王的情谊善变。我自打来这儿就一直算计，这也是我的命。可他不一样，他在我最脆弱的时候，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。那个时候，没有人会对我好，除了他。好了，我的傻姐姐，别在这说废话了，快告诉我，你那个人他现在在哪儿？他在军机处。军机处？不如这样，我替你在这里做冷宫，你呢？穿着我的衣服去找他，
如果他对你好，那他肯定就能想办法把你救出去，也就不用我费心了。如果他对你不好，那你就跟我回春风楼。咱们的娘已经不在了，我可不希望你再出什么事儿。牡丹，谢谢你。哎，这前方战事好像不太妙，这皇上带的军队已经被敌军包围了。哎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我军有10万人，这乱党不过是1万人，这10打1还打不过吗？皇上一定没事的。张大人，您说是吧？那还用说，皇上乃天子之尊，怎么可能打不过那些乱党呢？是啊，当然了。李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什么事？云嫔，哎呀，云嫔娘娘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你不怕出事吗？我想你了，但你一直都不来找我，我只好自己出来了。你这么做也太欠妥当了。你不是说我从来都不知道为你牺牲吗？我现在出来了，我连命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什么地方？军机处，被人看到咱们俩有杀头的。我不管，我只要你给我一句真心话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有没有想过要带我一起走？哎呀，有，我当然有。可是我刚刚开始，我没有势力，我没有办法呀。你不相信我？我相信你。不过你最好说的是真心话，否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啊！快回去吧，回去吧啊！哎，走。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狠呢？你现在我已经在你的嘴上留下了印记。如果10天之内你不来找我，我就告发你，强暴我。到时候，你的前途，你的一切，就全完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是真心爱我的，就一定会来找我，对不对？我去。我一定去啊！回去吧，回去吧啊！我一定去啊！哎！你！哎呀！你干什么？哎，我的牡丹姑娘，你问我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干什么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你只能在这里活动的。你的好，1溜烟人都不见了。眼下宫门快关了，你赶紧跟我走，要不然的话就来不及了。哎，别！哎，我还有事，我还有事呢。哎呀，你还有什么事啊？以后再说吧。入夜之后啊，宫里4处都有人巡逻，一旦有陌生人，就会格杀无论。你死不要紧，会连累我的，知道吗？走了。我真的有事。哎，不是，走。哎，那个，我，啊！哎，这不是云嫔娘娘吗？怎么穿成这样？哎。这怎么吃啊？这饭都是馊的，还有这菜，这里面都有虫子，这哪是给人吃的饭呢？御膳房拿过来就这样，你爱吃不吃？
走。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赶快回来吧，我晚上还有生意呢。云嫔娘娘明明在这儿，难道是我刚才看错了？饿死了。听说前方的战事不好，皇上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本宫也没有什么能为皇上做的。你还记不记得，萨满老太太说，只要能点多少盏这种灯，就能给家人祈福来着。苏公公，苏公公，啊？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本宫是问你，上次萨满老太太说要点多少盏灯才能替家人祈福啊？啊，多少盏都无所谓，心诚就好。你怎么一天都心不在焉的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奴才路过冷宫，看到云嫔娘娘，她住也住不好，吃也吃不好，可能是饿得没法子了。我看见她把花直接就往嘴里塞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娘娘，云嫔娘娘虽然曾经害过人，也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是奴才瞧着，实在有些可怜。要不我们帮帮她吧？是啊，唇亡齿寒。她的今天，就是多少后宫女人的明天啊。我们的份例还有吗？有。那就拿去给她吧。虽然没有多少，但保证温饱是没有问题的。这。李大人，您要的东西，我带来了。这按照宫里的规矩，是不是太妃娘娘入葬之后，只能在清安殿放烟花呀？是。那清安殿的烟花，会不会落到别的地方，也烧起来？当然有这可能。这烟花飞到天上，那么高，那么远，它到底落在哪儿，谁知道呢？那从这个位置放过去，它会烧到冷宫吗？按道理来说，当然是不可能的。不过，奴才已经在冷宫四周放了很多炸药，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子，就立刻能烧起来，保证把云嫔娘娘烧得一点都不剩。你说什么？奴才，我知道你心里装了多少事儿，李庆喜。但我告诉你，你最好把这些事全给我咽下去。如果哪一天我落了难被砍头，我第一个就找你李庆喜做垫背的，明白吗？奴才明白。啊，对了，我是不是还欠你300两银子呀？这，你去帮我把这些烟花都放了，这300两全都是你的。李大人，您放心好了，这烟花是我李庆喜放的，跟您一丁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奴才就放烟花去了。着火了！
不知道，会不会还在里面？快去救人呀！里面火势大，危险！不行，云嫔娘娘在里面，娘娘，云嫔娘娘在里面呢。我去。